OK，咁各位英國嘅業主們好啊！我相信咧好多而家嘅業主或者準業主咧都可能會留意英國嘅租務條例啦。咁大家作為投資者，如果唔係自用嘅，諗住收租嘅，咁英國嘅法例咧喺2026年咧5月1號就係變天啦，一個大嘅改革。咁呢個改革咧就其實都會影響咗好多業主啦，甚至係租客嘅。咁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唔係好清晰知道佢個成條條例有咩地方要注意，有咩留意嘅地方。咁我哋好榮幸啦，請到阿 Kelvin 咧，佢當地嘅 letting 嘅專家，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條條例對大家嘅衝擊啦。要理解業主同埋租客嘅權益嘅。咁啊 Kelvin 你好，你好，早晨。咁就大家好啦，我係 YoursLink 嘅 Kelvin 啦。咁啱啱阿 Fred 都講得好啱，就係其實喺呢一個新嘅 Rental Right Act 2025入邊咧，其實就係英國國會喺上年2025年10月一個通過咗嘅一個條例啦，一個最新嘅條例啦。咁佢嘅目的其實就係叫做喺英國近10年最大嘅改革嚟嘅，基本上。咁目的的確係為咗要保障翻租客，不管係好嘅租客定係壞嘅租客，佢哋嘅一啲權益啦，佢哋嘅穩定性啦，就從而去規管翻業主，不管又係海外我哋嘅投資者業主啦，或者係當地嘅業主嘅一啲行為嘅。OK，咁而呢一個條款亦都啱啱阿 Fred 有講啦，就係講緊喺2026年，即係上年5月1號就正式去有一個分段性嘅實行啦。咁好多人都會比較着重嘅係乜嘢咧？其實會有幾個 point 今日都可以同大家提出下啦。咁第一就係一個叫做 Section 21就正式廢除啦。咁係乜嘢嚟嘅咧？就係一個叫做無理驅逐條款。OK， 咁換言之就係講緊而家我哋嘅業主唔能夠無理地趕走你哋嘅租客啦。OK， 咁如果你想你嘅租客離開，咁唯有用啲乜嘢方法咧？就有其他啦，就包括可能係業主欠租啦，可能係做咗一啲違反社會嘅行為啦，可能亦都係你自己有機會要自用啦，可能俾小朋友讀書，所以佢要自用等等啦。咁呢一啲所謂嘅正常或者合理嘅原因，咁先可以去出一啲通告，去令叫你嘅租客離開嘅。咁當然中間會有好多 paperwork 嘅嘢要做啦。咁呢個都比較多人去留意啦。咁其次就係啲乜嘢咧？就係我哋講緊一啲叫租約啦。可能以前大家如果買咗樓嘅，你會發現我嘅租約好多時都係一年咁簽，甚至有啲可能係半年都會有嘅。我哋見過係咪？咁但係呢一種我哋叫做固定租約咧，亦都係會取消咗㗎啦。咁換言之，變成嘅會係乜嘢咧？就係一個叫做滾動式嘅租約。咁即係話，其實由而家開始已經係咁樣㗎啦。咁 so far，你哋嘅租約只會有開始日期，係冇完結日期嘅。係啦，咁完結係幾時會完結咧？呢一樣嘢就全憑租客決定啦。租客係可以只需要喺佢唔租之前2個月，退租前2個月，通知翻業主我唔租啦。咁樣咧，其實就可以完成咗個租約。咁所以呢一個租期可以係4個月、6個月、1年、2年，甚至更長時間都得嘅。OK， 咁呢個都會係比較多人注意。咁同樣地啦，如果業主真係想要佢離開，就係用翻啱啱所講嘅一啲原因，就可以有機會叫佢走啦。咁亦都有一啲業主或者投資者比較關心嘅改變，就係關於租金啦。咁作為投資者，業主梗係想不斷加租咁樣啦。咁但係嚟緊咧，其實呢一個新嘅改革其中一 part 就係講緊咧，我哋嚟緊每一年業主都有權加一次租。咁但係而家嘅加租咧，就一定要符合翻市場嘅要求啦。例如就係你要可能到時要話俾佢知，究竟其實我而家呢個區域我平均租金幾多啊？甚至乎我呢一個盤嘅平均租金係幾多啊？所以從而我想加你可能50、75甚至100磅。咁如果你加得太過分，佢係有權拒絕你，然後投訴你。OK， 咁就比較麻煩。咁當然啦，呢一啲所謂嘅大數據，其實作為管理公司，咁我哋都會幫到手去同佢去揾一啲 data 啦，咁樣啦。咁如果你話再有一啲業主比較想留意多少少嘅，就係關於寵物啦。好多香港業主啦，有陣時都會可唔可以唔好租俾啲養寵物嘅？之前係都得嘅，但係5月1號之後咧，其實就唔可以啦。咁都係啦，如果租客佢要養寵物，佢只需要入紙申請，話俾你聽，我會養寵物啦。作為業主咧，你係不能夠拒絕佢嘅。
哦，係你只能夠接受嘅啫，係啦。咁所以咧有一啲比較特別嘅位，可能會係個租客一開始同你簽嘅時候，其實冇講有寵物。當你簽咗個租約，佢入紙申請，你都需要俾佢養寵物嘅。咁當然啦，會有一啲特別嘅條例未必嘅，例如大廈管理本身就唔俾啦。咁所以呢個就可能要問下大廈管理處啦，或者可能你如果有買到一啲保險，保險係話唔能夠嘅，咁都有機會成為一啲 reject 嘅要求。如果唔係，基本上你都要俾佢養寵物嘅。咁呢幾個條款相對就係可能我哋作為香港投資者比較重視嘅一啲條款。咁當然啦，其實當下仲有好多唔同嘅小細節啦。咁但係呢啲可以容後再談咯。我覺得我哋係哇，咁所以呢個條例都對做業主啊，身為業主係相當大嘅衝擊啊！因為香港人做得業主好習慣啊，一年生約，一年死約啊，又或者可以業主可以隨時加租啊，隨時叫個租客走啊。而家嘅新條例其實真係保障到好多租客。係冇錯。咁但係又咁講，如果租客係一個好租客，你都希望佢長住，唔需要咁麻煩，即係續租唔需要咁樣。咁所以有辣有唔辣啦，我個人認為。咁我覺得作為業主，我覺得最需要保障自己咧，除咗呢條例係保障租客多啲啦，但係如果業主咧，一定要揾一間可靠、信任好嘅 letting agent 嚟幫你手去揾租客，即係佢哋把關揾一個好嘅租客咧，就一勞永逸啦。個租客又唔會成日都跳草裙舞啦，就住一兩個月就走，幾個月就走，因為個 letting 已經揾到個更加好，佢真係喺附近翻工或者讀書，咁所以佢冇乜原因成日搬啊。咁所以一個好嘅公司去管理咧係緊要嘅。咁我首先多謝阿 Kevin 啦，咁嘅分享啦。咁如果有多啲問題嘅，想了解更加多嘅，咁follow 我哋柏斯國際，咁我哋可以專家 Kevin 同你可以對話。OK，多謝晒咁多位。